喺佢查出咗佢自己有腎癌嘅時候，佢問我嗰150萬嘅賠償係港幣定係美金啊？大家好啊，今日咧我唔傾客人嘅故事，傾下我自己嘅情況。喺我上年咧生日之前咧，我做咗一個決定，我重新審視咗一次我自己所擁有嘅保障，再將我家庭資產嘅相當一部分咧配置咗一份美元嘅保單。當其時咧，我嘅同事就話啦：喂 Catherine， 其實你日日都喺度研究啲產品賣保險，咁多年嚟你都買咗唔少保單啦，點解而家仲會加保嘅？我講其實原因好簡單，喺以前我就係一個頂尖嘅業務員，我關心嘅係條款、業績、KPI， 但係人到咗中年，我越嚟越清晰咁意識到，我最重要嘅身份唔係一個業務員，而係人哋嘅媽媽、人哋嘅老婆。做呢行咁耐呢，我哋日日都同風險打交道，睇慣咗好多人生嘅無常。我見到過太多嘅案例，而其中一個我永遠都忘記唔到。佢係一位非常之優秀嘅律師合夥人，亦都係一位好優秀嘅媽媽。佢有2個小朋友。喺佢查出咗佢自己有腎癌嘅時候，佢問我嗰150萬嘅賠償係港幣定係美金啊？我同佢講好抱歉，嗰個只係港幣。佢好失望。其實就喺佢做完手術2個禮拜之後，佢已經回復佢嘅工作崗位，繼續打拼。佢同我講，佢話 Catherine， 我好後悔當時冇為自己準備一份更充足嘅保障。而家如果我而家有一份150萬美金嘅賠償，我就可以付清我嘅房貸，甚至乎我嘅工作可以慢落嚟，可以多啲時間陪伴我嘅仔女。因為我真係唔知喺癌病過後，我自己嘅日子，我嘅壽命仲可以有幾長。但係呢一切都已經過去啦。佢喺手術過後，好快又回復翻佢嘅工作崗位，因為佢要繼續為佢嘅房貸、佢嘅孩子嘅學費去打拼。呢一位高級合夥人嘅話，對我嘅觸動好大。我突然間意識到，我哋總係覺得風險係離我哋好遠，但係其實佢對每一個家庭、每一個人都係一視同仁。以前我同啲客人去傾保險、傾保障，講嘅係責任同埋愛。而當我真係成為咗一位媽媽嘅時候，其實喺媽媽嘅角度，我先明白嗰份愛同責任嘅重量，唔係淨係話有幾多錢留俾我嘅摯愛，而係如果有得揀，我係好希望有更高質量嘅時間去陪伴佢，亦都保障佢嘅未來生活嘅穩妥。保險其實係乜嘢呢？佢不過係一張冷冰冰嘅紙，一份契約。但係當你萬一倒落嚟嘅時候，佢能夠代替你繼續守護你嘅家庭、你嘅摯愛，確保你嘅孩子可以繼續讀佢而家嘅學校，上佢嘅興趣班，甚至將來出國讀書。確保你嘅老公唔需要為咗籌你嘅醫藥費去賣車賣樓。呢份嘅底氣係任何嘅理財投資都俾唔到你。呢一份係屬於我哋中年人嘅安全感，係俾你最愛最實在嘅承諾。所以今日我特別想同喺度刷到我呢條視頻嘅朋友講一句：如果你都人到中年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請你一定要認真考慮保險呢件事。呢個係冇關乎職業，甚至唔關乎你係咪我嘅客戶。呢個係一個作為媽媽嘅獨白，發自內心俾你嘅建議。呢份保單唔係買俾你自己，係買俾你最想保護、最怕失去嘅人。呢份愛值得我哋用最穩妥嘅方式去表達。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你自己嘅家庭保障係咪足夠，或者傾下點樣可以建構一個更穩健嘅家庭保障，我隨時都喺度。我係 Catherine 姐。